有没有看卡通影片？有。卡通影片，那你看看它的像什么？谁的耳朵？史瑞克。一下子就让人印象深刻。严永祥的仙人掌乐园，8000多个品种，像有8000多个人物角色。啊，这好特别哦，这个。对，那个叫不死鸟，在我们台湾很多的大楼啦或屋顶上都有的东西。要看完这里的刺客风云录，至少得走上半天，目不暇给。主人却预告还有重量级天王。不要断轨，那有声音。啊，这很贵，要小心拿。是的。刚刚你讲海陆，对不对？对。之前我们说亚董龟拿欧森是有多贵啊？这个要欧几多钱？这个1万块。这个1万块啊？对，1万块不贵了。这个5万。那最贵的？这颗比较贵，20万。令人啧舌的身价源自数量稀少，百花3000，独钟情懒人植物，缘分起点来自童年经验。当时的我们小孩子就是种那个草花，一不小心它就死掉，那结果这个摆了3个月也没死，后来就这样子爱上它。这一爱40年不变，犹如仙人掌的韧性。有些品种得千里迢迢从国外进口，儿子花巧思，民众透过网络就能拥有。也曾经有收藏1万多个品种的法国同好特地来寻宝。在我这边这样看一看，看了2个钟头，还可以挑了1000多种出来，他没有的。要适应台湾的纬度气候，严永祥反复试种，也从中体会适性发展才是王道。一堂自然课让严永祥爱上仙人掌，但兴趣可以延续40年并不容易。他自己说，兴趣结合职业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。而现在儿子也加入了这个绿色乐园，还要发掘更多的乐趣，寻找更多知音。亚董龟，哪欧声音？亚董龟，哪欧声音？